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定来讲紧事看办，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无论是骑车、赛车、行路，拢唔通伤过赶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紧，读高应紧。第二条，紧就是真逼、真赶的意思，咱讲赶紧。若颠倒变的词就是慢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词读做无大紧，意思就是无要紧。另外一个较趣味，就是共款这三个汉字，伫古早台语大词典读做无打紧，解说讲是亲切照顾人。也毋过咱即马较无安尼用，咱一般读做无大紧，意思就是讲无要紧。第二个词紧转慢。转就是差别，字面的意思就是紧甲慢的差别，意思就是讲早慢会安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囡仔暂时放无大紧，那愈来愈大汉，就会愈来愈捌代志。反得紧转慢，总是会变大人，唔免伤过为因搞操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紧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